我觉得蔡英文是有心去推这个修宪，就是希望那个我们不管是立法院还是我们全体人民都应该共同持续关注这个议题。希望这件事情是可以成功的这样。下列哪一项选项不是蔡英文总统任内所推动的政策？蔡英文总统吗？非核家园吗 ？A 开放来牛进口。哪一个不是蔡英文总统所养的宠物？是 A 吗 ？A 是啊，蔡阿才吗？蔡阿才是啊，他也姓蔡的，再想一下，姓蔡的都。bingo 吗 ？bingo， 那我告诉你 ，bingo 答对了。那 bingo 是谁养的狗？吴宗宪吗？B 游锡堃。对，刚刚台上那个是这 C 吗？清楚吧？有啊，是 B。下列哪一个叙述对游锡堃描述？他有参过行政院院长吗 ？A 吗？你觉得是 A 吗？答案是 B， 他不属哦。C 吧。没有，答案是 B。他不属牛的。等一下。答案是 B。是 B 吗？你觉得哪一个不是？你觉得哪一个不是？猪啦，嘿嘿嘿嘿，猪吗？朋友。哪一首是？听海啊，在粽子旁边的听海。听海嘛 ，OK， 好 ，OK， 很不错，厉害。啊，听海啊 B 啊，这么厉害？很好听哎。那你唱两句。海哭的声音，海哭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论坛让我就是收获很多。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更有共识，然后多参与这种青年议题。我觉得这论坛让我可以更了解台湾立法还有这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请说实话。我觉得希望更多年轻人关注修宪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关乎到我们的未来。我觉得这个论坛让我知道，就是还有那么多人在关心修宪的问题。修宪以外，那其他的政治场域也都更需要政治青年的参与。18岁公民投票权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不关心政治的惩罚就是被糟糕人统治。自己的宪法自己救，修宪就是现在。修宪论坛全民加油！中华民国修宪加油！2020台湾修宪加油！